出名的巧克力豆品牌高迪瓦最近爆出有一位员工，咱像是风台天上班心情歹，就甲人客偷翕相，佮传起的网络里面，甚至甲人客纠缠。消保官警告，这款行为是已经违反着个资法。业者嘛赶紧出来回实咧，强调已经严格处罚迄位员工，加强教育训练。 有网友伫社群平台讲，有名的巧克力品牌店员，敢若因为不爱风台天爱上班，竟然直接伫柜位偷翕人客相片，也上网发文骂人客，引发外界议论。这是公司的问题，不是客人的问题啊，不应该这样子。私下抱怨就人之常情啊，但是如果再把它抛出来，类似像公审那样就不太好。 原来，20号迄天全台放风台假，延过台北市万东百货星期一13宣布下晡照常营业。其中某有名的品牌贵为正伫举办活动，即位消费者加入官方来好朋友，就在现场得到2粒巧克力。无想到这店员敢若艺术不爱风台天爱上班，竟然无顾到人客私密，偷翕相片上传到网络，也发文来骂人客。对此，消保官警告，这款的行为已经违反个资法了。 如果利用个资的行为是以损害他人为目的，这已经是违反到个资法。民众可以依据个资法第29条向法院提出请求损害赔偿。对员工不当行为，该公司伫官方网站发声明，讲这个员工已经受到处罚，并且叫伊宣导不当言论，也加强教育训练。对员工的不当行为，感觉是真失礼。消保官是强调，台北市即阵还未收到相关消费的申诉，建议业者开始做好员工教育训练，避免相关无友善的事件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